探索江西，永安旅遊帶你展開5天純玩之旅，一次暢遊3大限定花海，深度遊覽世界文化遺產廬山，乘坐索道與環保車，輕鬆漫步東西雙線，盡覽魚琴湖、錦繡谷等絕世奇景。隨後，我們帶你走進鳳凰溝櫻花谷，置身數十萬株盛放的櫻花林中，再乘纜車登上墓園王嶺，俯瞰萬畝梯田上鋪滿的金黃油菜花。行程更貼心安排城市花海，讓你不錯過任何春日限定美景。旅程還將前往千年池都景德鎮，親睹非遺祭瓷技藝，聆聽獨特的瓷樂表演，沉浸在深厚的陶瓷文化中。我們全程安排地道風味，從廬山秘製土雞到景德鎮瓷宴，讓你舌尖上也品味江西。住宿更是尊貴體驗，保證入住南昌香格里拉酒店與全新開業的九江喜來登酒店，全程保證乘坐2+1座位 VIP 航空座椅旅遊車，舒適稱心，盡享愜意旅途。